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圣经，记载伫箴言10章1节到16节，做伙来读。所罗门的箴言，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有功的囝，互老母忧虑。富的钱，拢无利益。有公义，会叫人发离死无；耶和华护护的人拄到耶和华，歹人所恨无的，伊无互伊成。手平单的，要拄到丧凶；手骨力的，要拄到宝业。下天去治的，是智慧的囝。受怪是爱困的，是邪败的囝。好奇灵教愚人的头壳，用布遮掩歹人的罪。义人记义人是何乐？歹人的名的确臭。心内智慧的，要听受命令；嘴讲讲话的，要失败。行正直路的，行大暗稳；趁歪巧路的，爬路偏。耳目的伊的，互人安稳；嘴讲讲话的，要失败。义人的嘴是活命的水泉，用布遮掩歹人的嘴。怨恨的野起声尖。仁爱的正早，总苦的过死；冷的人嘴内无义的人他遮有拐仔便便。智慧的人一字见识，工人的嘴要快失败。好命的人的财源是坚固的城。丧中人的欠缺是失败因官，一人的歹人所犯的罪。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财富甲工作，咱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非常疼你，你有相信这句话无？感谢主。毋过声音也阁无啥肯定，我阁问一解：上帝非常疼你，你有相信无？感谢主。这个信念、信念，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咱的上帝非常来疼咱，伊想说，互咱有宝贵的性命。上界宝贵的就是性命，伊搁较欢喜要将世间一切丰盛，互你来享受。好，咱即马即时来彼此伫遮来祝福讲，我是上帝所疼的宝贝，我的一生有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来，大家大声来甲伊宣告预备来！我是上帝所疼的宝贝，我的一生有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甲你的隔壁讲，甲你的隔壁祝福伊。来，甲伊讲，你是上帝所疼的宝贝，你的一生有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是兄弟姊妹。咱的上帝非常疼咱，伊甚至差遣伊的独生，伊的囝来到伫这个世间，为了咱的罪定死伫十字架，互咱会当脱离罪甲死亡的捆绑，得到永生国活的喜乐甲满足。那亲像这个罗马书第8章32节，安尼讲上帝。既然无疼惜伊家己的囝，为了咱正人来写这个生命，兼未将万米
万米甲伊就是上帝本身，拢白白要互咱，要赏赐互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互咱所享受的，毋那是万米，也阁有上帝家己，拢要白白赏赐互咱。这个信仰的这个基础是非常的重要。哦，咱的信仰一定是爱起坐伫这个中间，因为伫遮来表达三件代志。第一项，你就是上帝宝贝仔囝，上帝欢喜要将万项米人赏赐互你，伊要祝福你这世人，毋但有伊的稳定慈爱群对你，阁有要互你伫物质各方面拢有丰盛美好。第二，甲咱讲着讲啥？这个世间有济的挑战，有济的考验。哦，这是安怎？要互咱刚强壮大起来。因为你一个囡仔若是挂一条金这个破链，行去街路踮遐佚佗，会向抢去袂？上帝互你足丰盛的，毋过你无法度保护你家己的产业，你马上就向摕了。所以爱训练家己安怎勇敢起来。伫这个世间有考验，嘛有挑战。咱虽然软者，咱虽然是真软者软弱，毋过咧，听你的上帝是你的倚靠，也是你的帮助。伫这段经节，佮甲咱讲着讲啥？坚信倚靠伊要保守你10分的平安。所以无论拄着什么代志，你爱相信上帝会陪伴你，行过关山峡谷，要将一切好命赏赐互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的当中，你爱坚定来相信这3项非常重要基础的信仰，因为伊会帮助你，互你来知影生命应该怎样活着，咱人的生命应该怎样活，要怎样活出迄个有尊严的人生，以及要怎样为着你的四周围创造出有意义的美好的价值。当咱坚信这3项的时，你会当活出真水的人生，嘛会创造出真水的价值。感谢上帝，伊知影咱的软者，伊嘛体贴咱的牛羊，所以伊赏赐圣经，诚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其中真言，佫较是针对着咱现实的生活，要来提出真宝贝的指导。真言最主要的作者，就是以色列上界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伊用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智慧，创造出迄个以色列王国迄当中，上界强盛佮极其富裕的国度。伊一生的成就甲财富拢是世间人所羡慕的，一直到现今，也阁有一句讲：所罗门的宝藏，有听过伐？所罗门的宝藏，这个流传来提醒世间人，所罗门王伊的智慧甲伊的财富是何等互人来欣赏。这个所罗门王，伫伊极其强盛的时期，伊伫遮来写作，以及收集济智慧的言语，来编辑诚济一本的真言，就是要来帮助少年人，会当照着这个智慧的言语，你若是看到这智慧的言语，家己谨慎来行，你就用减少家己人生的错误。你阁会当徛伫个智慧者经到头，经到头，看搁较远、搁较远的这个世界甲道路，会当创造出搁较美好的人生甲社会。所以咧，这个真言伊就是安尼，
就是一个智慧的长辈，一个智慧的长辈的这个口气，对伊所听的囝儿，伫个信仰、品格、人际关系、婚姻的建造、工作事业以及个人生活等等方面，拢提出极其宝贝的这种的款美。这一款美一直到今仔日，对咱现代的少年人，你要怎样为人处事，要怎样来得到财富，要怎样成就你的事业，拢也阁有真宝贝的这个价值。总讲一句，上帝将这本箴言已经几年，已经3000年，连咱咱现在已经3000年的这个箴言，放伫个这个圣经的内底，就是要教导咱怎样来活出丰盛富有美好的人生，以及创造出上界有价值的生命意义。所以认真来读箴言，并且认真照着箴言所讲，安尼来生活，会互你伫美好的人生中看见光。你会找到迄个真重要，达你遵循迄个目标的人生，知影怎样活，知影怎样活出有尊严、佮富有的人生。毋那你的一生要来结出丰盛的果子，佮要来荣耀上帝，利益着众人。所以咱今仔日要对新眼光读经本内底所提的这个，就是今仔日所读的是箴言第10章第1节到16节，要来学习一寡生命的功课。也毋过牧师今仔出一段尔，超50尔，剩咧转去家己看，因为50都讲袂完啊。好，箴言第10章第1节，伊安尼讲到所罗门的箴言头先就是啥，智慧的囝，互老爸来欢喜；愚妄的囝，互老母来烦恼担忧。牧师昨打过63岁的生日，活到这个年岁时对这句的箴言，智慧的囝会互老爸欢喜，愚妄的囝会互老母足烦恼、足担忧的。真有感触，兄弟姊妹，儿女是上帝所赏赐予咱上界宝贝的产业。咱这世人做牛做马，无用到头毛喙手白敢毋是为着咱上界宝贝的囝儿吗？如果咱的囡仔因会当认真努力，有智慧来活出家己的人生，咱的父母也毋是感觉真放心、真欢喜、真快乐。毋过咱的囡仔，假使若是贫惰，无愿意尽伊的本分，做伊该做的代志，无愿意负家己该负的责任，这父母就安怎一粒头几粒大啦，常常咧为着这个囡仔来烦恼。兄弟姊妹，现代社会哪亲像安尼，坐喷射机飘安尼真紧咧进行。10年前，咱毋捌听过什么叫做 AI 什么人工智慧，对无？咱10年前咱敢毋捌听过对，人即马是足热门的，吵翻天啦！咱这个少年人、年轻人，因面对着这种真快速的进步的时代，因的压力其实是非常的大。咱10几年前咱这个年代10几20年前，一个月若通赚2、3万块，
差不多4万块，就算讲足悬的薪水啊，对无？咱吼拢会当买着家己喜意的厝。也毋过即摆的少年人吼，你若听因咧讲，因吼迄有诶一个月吼8万10万啊吼，还搁咧哀叫，感觉讲生活足困难的，饲袂起家己啊。吼，甚至安尼毋敢结婚，毋敢生囝，因为惊啥？生活的品质会安怎降落来？所以即几年吼，有一个名词啊，这叫做啥？躺平族啦，大家有听过这个名词无？躺平族，躺平族就是只想无想要努力啊啦。啊，伊的解释安怎讲？叫我顶天立地啊，哈，我无能为力。哈，叫我跪下来求你，我就放不下这个脸。好，那我只好怎么样？高尚的躺平。你看这个身躯的边啊，是不是一个高尚的上？躺平，哈，哇，教育家长，躺平是我的权利，哈，要有一句，他一句想要夸我，好，所以你看，真侪少年人变成说不想努力，因为啥？做啥拢无效啦，甲你安尼讲。吼，所以无需要伤过拍拼。吼，所以这躺平族的特色就是啥？不婚，无要结婚，无要生囝，无要买车，无要买厝。吼，啊，存钱吼，要安怎？将来去安养中心啦，中央中心，这叫做躺平族的4种的吼，兄弟姊妹，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伫遮咧安怎咧，甲咱的少年人洗脑咧？伫遮咧啥抹掉，将咱的少年的志气、年轻人的志气，全部安怎一点一滴咧抹了了？因为因感觉我搁较怎样努力嘛无路用，干脆放弃努力，躺平算了。哇，躺平是我的权利，有看到啊？这怎会袂叫咱做父母的担心？咱兜若有躺平族啊吼，哎，做父母的会烦恼袂？来怄起来吼！专睡的人很难叫醒呢。嘿，你咧假困的人是叫袂醒的啦。哦，求上帝帮咱。如果咱的囡仔抑搁咧大学还是高中以下的时，咱做父母的真重要，一定自细汉就爱用正确的信用、真理来栽培伊。咱做父母的，搁较爱有好的模样，帮助咱的囝儿时势，伫信用上来深深甲扎木根。如果那亲像我安尼，囡仔拢已经出去外口做工课啊，甚至有诶拢结婚生囝，这个是你一定爱鼓励伊，鼓励这个囡仔爱尽伊该尽的这个本分，承担该承的责任，安尼较会大汉啦，较会大汉。兄弟姊妹，咱虽然软正，虽然软弱。总是唔通袂记哩，咱有一个啥？咱的阿爸被上帝亏力大，咱是倚靠伊，唔是倚靠咱家己呀。阿爸辈一定要互咱有教育的稳定，帮助咱行过关山帝国。所以，咱做父母的人，你一定爱逐工也去祈祷伊手。常常为了囝儿时势来祈祷，求上帝，互这个细囝有坚定的信心，有突破这个困难的勇气。兄弟姊妹，为了咱的细囝祈祷，这是咱一生的责任。咱做父母的，你绝对唔通提示这个责任。咱父母对上帝倚靠，也是讲咱父母对这个囡仔一听甲鼓励，这是咱的细囝，伊会当继续来跑走
人生目标的能量也困难，所以咱做父母的非常重要。这个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孤憨的囝，叫伊的老母担忧。求主帮助咱，互咱的细囝，上帝赏赐咱的细囝，逐个拢是智慧的囝，互咱来欢喜快乐。今仔日咱的神眼讲伊的标题，就是财富甲工作。财富甲工作这两项，伫咱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今仔牧师就是针对这个主题来甲大家分享，要怎样伫财富甲工作顶面，会当来得到上帝丰盛的祝福，活出富裕无欠缺美好人生。兄弟姊妹，咱认真拍拼咧做工课，就是要来得到财富，得到金钱，来换咱所需要的物，换咱所需要物。所以要怎样借着工作来累积财富，这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咱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智慧。咱伫个第2节到第3节安尼讲，不义的钱财无路用，安怎来就安怎去啦。只有公义会当救人脱离迄个死亡。不义的财有时连你的命嘛，甲你抢去哦。而且讲到耶和华袂互这个义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骄傲，歹人所想要爱的，耶和华上帝就甲伊杀落开，互伊得袂着。兄弟姊妹，无有人想要日子过甲善食空气，无人想要安尼吧？每一个人拢希望家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方面方方面面各方面拢需要用到钱。所以有一句话讲，钱毋是万能啦，毋过你若无钱就安怎，就万万不能啦。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你就万万不能。所谓讲一文钱嘛会逼死什么？营养好汉呢？一文钱嘛会逼死营养好汉。阁有一句话讲啥？贫贱夫妻百事哀。哇，善食那要贵掠去迄种，翁仔某实在过袂去，是无？偌济人因为无钱，看病无法度来得到医治。本来会当医好的病，你付袂出医药费，病医就叫你安怎？登去厝的，回家等死，是毋是安尼？所以咱伫遮看着讲有偌济人，有偌济囡仔，因为无钱，伊无法度来得到栽培，得到造就。金钱真重要，圣经内底常常讲到钱，大家拢想要赚大钱。总是如果咱也无照着上帝原则来赚钱，你是用不法无好的手段，这今甲你讲着讲啥？不义的钱财拢无路用，不义的钱财拢无路用。所以咧，迄不法的手段是啥物？欺骗啦、贪污啦、卖毒、挂缴等等。你赚着钱嘛，无法度安心好好来使用，才会用不义的手段赚落来钱，甚至你赚着钱，结果安那赔偿你的性命。这几年有的人为了要赚钱，关薪水走去倒位？柬埔寨，做迄个人口贩卖，甚至向诱拐器官买卖。兄弟姊妹，赚这种不义的钱，你敢有法度安心来使用吗？敢袂去遭受到报应吗？求上帝帮助咱。金钱人人拢爱，总是你赚钱一定爱用啥？正当的手段，
正当的方式，这是原则的问题，这是原则的问题。咱就爱照着上帝的公义正直来所得到这个钱，才会当互人用得心安理得。这个观念绝对是爱定互深，徛互在。安尼要怎样来趁钱呢？伫个箴言第10章第40甲第50讲啥？手骨力的，吼哇！哇，手平大的，要受着啥？丧香啦，散食。手骨力的，却要安怎？要有哇！你知影？我定定拢讲啥？咱正常兄足骨力的，你知无？哇！迄若叫伊创啥吼？水来啦，对无？哇！这种骨力的，哇！我定定足欣赏阮阿母阮姐的所以啊兄弟姊妹伫个夏天，来接触的，就是你该修行的来接触，这是智慧的囝。伫个受怪时，当啊咧困啦，哇，这安怎？所以兄弟姊妹，积聚财宝，积聚财富，真重要。两种的方式，其实真济咱家己伫个网络足济，毋过我惊分享两种方式。第一项就是爱安怎温群来做工，温群来做工，工作是上帝创造人，咱人被创造放伫爱甸园内底。上帝头一项互伊就是讲啥？你爱安怎管理这个园，就是工作。所以兄弟姊妹，工作是上帝。这个亚当，人受创造第一首要的任务，爱有工作，爱有工作。所以温群，一个人会晓骨力温群，这是足好的品格。牧师认为，这我个人的认为啦，我感觉你嘛，咱做爸母拢安尼想，就是咱的囡仔若要找对象啊，这个有骨力也无骨力，你爱放伫个真重要的考量，考量。这若是骨力的人啊，哇，给予嫁给他没问题，对无？骨力爱骨力，一个骨力的人一定是安怎足负责任的人。所以囡仔要细汉的时，咱做爸母的，就爱安怎？真注意来培养这个囡仔安怎骨力的品格，爱互伊骨力，互伊做工课，来教导伊做工课的重要。囡仔细汉毋通逐项拢叫伊毋免做，叫伊踮遐坐咧读册就好啊，毋好错误无管是帮忙即个做家事，倒一个粪扫，扫一个涂骹，洗一个碗箸。照顾弟弟妹妹，也是较大汉高中大学出去打工，这拢是真重要的。囡仔自细汉无咧做家内事，贫惰连家己生活的白痴，变成这生活的白痴，足辛苦。过这种人足辛苦，求上帝帮助咱。你甲囡仔找对象。首先，唔免看伊有钱无钱，先看伊有骨力啊无骨力。怡珍知道吗？这个工作会当激发激发人的潜能。咱有足侪潜能呢，咱的潜能，你需要伫工作中被激发出来。工作会催逼人来成长。工作会互咱有成就感。你一项工作做甲哇，你就感觉讲哇，我这个人真有迄个活着的尊严，对无？众圣长老是不是？伫工作被人家肯定，对无？顺龙长老，人安尼食着你种出来的这个营养，哇，一刀赞，工作。互咱感觉家
己真有路用。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别人对咱的肯定。你家己嘛爱肯定家己，嘛爱有认同家己。工作要帮衬咱，真做一个有路用的人。无管是对家己的认同，也是别人对咱的肯定，也是对这个社会有做出什么款的贡献。工作拢是非常有价值，工作的价值，甚至有永远的这个永恒的意义。因为安怎？主耶稣伫个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安怎讲？哇，咱拢真熟的，毋知大家记哩哦。我讲一句，恁就知。人若伫上细项的代志中心，伫个啥大的代志嘛会中心。人若伫个上细项的代志不义，伫个大的代志嘛会不义。所以这个意思是咧讲着讲啥？咱将来伫天顶的报赏啊，吼是有偌济。咱将来伫天顶的报赏有偌济，就看你现今伫这个世间。你是毋是有认真骨力来做好的工课？吼，遐个伫小事中心的人，认真咧做的，主要甲伊提升伊，互伊去管理真大的代志。无管咱是伫工厂做工，是咧做清洁人员，还是你伫学校咧做老师，也是咧做生理，也是咧做公务人员，反正所有的工课。拢有伊的价值，吼！歹的工课吼，迄种骗人的迄诈骗集团，迄是绝对袂使哦。我拢咧讲的是正好的哦。所有工课，你只要用心做、认真做、尽本分来做，拢有永远的价值，会用提去到上帝国，将来上帝要报酬你，兄弟姊妹。请问你的工作的态度如何呢？甚至连咱咧做直播这种的小块代志，你有认真做甲无认真做，差介济？兄弟姊妹，你是温困努力，还是马马虎虎、平平淡淡？传道书第9章第10节讲啥？既然你的手所着做的代志，拢爱安怎？尽力来去做，求上帝帮助咱，伫个家己该尽的本分、家己的工作的顶面，来创造出美好的价值。你会当创造出你的工作，伫你的工作顶面创造美好的价值。你爱相信，你的工作毋难，你家己得到，会用趁着钱买你想要爱。会当互别人因为你的好的工课来得到祝福，嘛会互上帝纪念哦。所以圣经甲咱讲啊，吼，做工袂安怎，袂空空，做工袂空空。这个累积财富第2种的方式，就是爱啥？爱学习、投资、理财，有这个智慧甲这个知识。如果啊，咱若甲辛苦、真骨啊、真认真做，赚来钱，拢踮伫个银行咧趁利息，等于吼，甲钱安怎冰起来，冷冻起来。因为今仔靠银行的利息，是绝对赶不上什么通货膨胀。钱今仔会哪欠哪报，会哪欠哪无价值。20几年前啊，无书院啊，来到咱这个后埔这个所在，哇，人工足好诶，请阮去啥特香斋，吼，我嘛有我迄落吼，带大家去过特香斋遐食饭啊吼。当时迄个特香斋的商业午餐，一克偌济？20几年前大家去了，280块。啊，你知影怎啊偌济无？啊，怎么已经490啊？我的资料册哦，吼哈，520啦，哦，商业午餐，吼，差不多400，我资料要写450哦，安尼我搁爱去食一届啊，
即摆已经490啊，并且菜色佫无迄当阵感觉遐澎湃、遐讲究，所以无需要鼓励咱少年人毋通惊那找要安怎样开钱啦，毋通惊那找讲要安怎样开钱，安怎吃喝玩乐，你爱找安怎要怎样趁钱的方式，因为咱人的体力有限啦。你足认真拍拼哇！你敢会用做到几岁？会用做到几岁？我定讲啊，阿强兄70几，佫会用8元8价，足厉害的足厉害的，足厉害！我70岁是毋知佫会用做啥所以咧，咱爱啥？要积累财富，你爱创造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就是你咧困的时嘛，用替你趁钱啦。咱爱祈祷上帝，互咱安怎有智慧，互迄个你的钱会去生钱，才有法度来累积财富。现在的资讯真发达，每一个人拢会当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咱爱有智慧，将咱的钱放伫个好的投资，才会当创造出更较侪的财富。求上帝帮助咱辛辛苦苦赚来钱，你爱去做有智慧的投资，互钱生钱，你就会当享受上帝伫你劳苦的日子要祝福你。亲像即句的经文，传道书第5章18节，我个人足爱。伊讲啥？伊讲我看到迄个好的就是啥？上帝伫人，人伫上帝，所赐予伊的一生的日子，会当安怎？食穿啉拢安怎？拢无欠缺，拢无欠缺，会当享受日光的你劳碌所得到的好处，因为这是伊的份啊。所以前几年咱知影日本一个名词叫做下流老人，哇！我有捌甲咱分享过。我若想着讲，我若是65岁以后，搁爱为钱烦恼，我即马就足烦恼。所以咱爱有即个智慧，互咱60岁以后，咱就无需要搁为着这钱咧烦恼。你想要买啥，就会当去买，这是自由，互你有选择的即个自由。也毋过兄弟姊妹，你咧学习投资理财时，一定爱真谨慎、真小心。你毋通安怎伤过贪心，看到这利息悬，哇，较紧的本钱拢甲往，拢甲囥入去。有一句话讲你想要趁人的利息，咱要安怎？咱要趁你的本金啦。尤其是已经退休的人，咱中间已经退休的人。你的投资理财更较爱保守，更较爱谨慎，唔通互各种的诈骗集团。这各种的诈骗集团，包括你的囡仔，包括你的亲人，可能你的好朋友，诈骗集团，会安怎把你的退休金拢骗了。所以咱爱小心。最后牧师是要来分享一篇伫个网络上所看到的，就是有关咱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的故事。今仔日牧师早起嘛有弄一篇洛克菲勒写予伊的囝的38场花，毋知大家有看到无？恁会当看卖人要怎样变做好野人？这个洛克菲勒的家族已经6代，到即马犹原是世界上上界富的家族之一。伊的子孙会当安怎？会当有这么成功，延续到现今，甲因自细汉受的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分不开、分袂开的。伫个洛克菲勒自传内底有提到讲，有记者来问这个洛克菲勒讲你真做世界首富的秘诀，
听讲是恁老母甲你讲的即、个代志，会用甲阮讲看卖无？即、个洛克菲勒世界魂，即、个世界魂，伊讲啥？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母甲我，我甲我的老母有3个约定，无管发生什么款代志，我拢要遵守这3个约定。怎么想起来？迄就是老母予我的即个信用的财产。我想这，洛克菲勒讲，我想这是我会当成这世界首富的一个秘诀。伊什么款啊？伊甲老母什么款约定呢？第一个爱过11奉献的生活。洛克菲勒讲老母伫我抑阁细汉的时阵，就带我去教会。伊逐摆去教会拢予我20分的美金，20分的美金，甲我讲爱做11个奉献，用这予我养成我11奉献的习惯。伊讲我赚到的钱，拢是对祈祷中来得到，并且我将应该纳的1/10奉献予上帝，一直到今仔日。这是第一个甲老母的约定。第二个讲啥？你来到教会做礼拜时，爱坐啥？第一排啦，第一排。洛克菲勒讲，老母每一届去教会，拢会带这个囡仔细汉的洛克菲勒去，并且佫提早40分钟。毋是像咱有诶抑佫迟到哦，人伊是提早40分钟。来到教会坐伫第一排底下来祈祷，听候必担心。伊讲洛克菲勒老母强调讲，安尼才会当对牧师的讲道中得到更较侪的祝福。所以咧，伊讲伊的老母甲即个第一排，当作是上界蒙福的位置。后礼拜大家拢爱来坐第一排哦。第三讲着讲啥？讲爱顺服教会甲牧师。伊讲伫个教会中，就算讲伊有一寡对教会代志有时嘛会无满意的时阵，伊嘛悠然会顺服牧师的话。伊讲一直以来只要是教会。教会咱若是讲教会，咱讲小会、中一会决定的代志，讲无论怎样，我拢会尽力来遵守。所以咧，伫遮洛克菲勒安尼讲，我照老母的话去做，我至少1/10是上少的，至少拢爱1/10，伊会更较济来奉献，因为这是啥？上帝的经济学。上帝的经济学，当咱照上帝法度来行，上帝就要照伊的法度来祝福你。所以伊讲这是对老母所学的。这个洛克菲勒的老母伫这个伊抑个生前抑个活的时，伊亲目睭看到伊的囝成做世界首富，已经亲目睭看到哦。总是伊的老母。悠然为着伊的信仰的生活，伫遐来操心，所以这个老母伫过身以前，佮甲这个洛克菲勒留10条诫命啦，10条诫命式的迄种的遗言，嘛会当讲是一种信仰的这个遗产。伊该讲什么？第一，伊讲爱甲上帝。上帝就是你的天父，爱甲上帝当做家己的老爸来敬拜。第二，伊讲爱尊重牧师，因为牧师是上帝的奴仆，尊重牧师，哪咧尊重上帝？第三，伊讲啥？你的落地爱常常准备11的奉献。第四，唔通甲任何人做对敌。这圣经的意思就是讲。若是会当尽量甲人和，尽量爱甲人和，才会和平，大家拢好势，这更重要。
过来第5讲啥？做礼拜时，搁一概强调爱坐伫个第1排。连第6日，伊讲啥？每一天会早起，你爱确定你今仔日要做啥物？你今仔日要做啥物？伫你要起床的时，你着爱想清楚，然后祈祷甲上帝交托。过来第7，伊讲当你要困的时，一天结束啊，当你要困的时，你爱来反省，你一天所做的代志，有啥物得罪人？有啥物得罪上帝？有啥物无好势的所在？你爱安怎？爱调好，爱会当来改进、来修正，并且安怎祈祷？祈祷。第8项讲啥？会当帮赞别人的，你着爱尽你的气力去帮赞。第9，主日礼拜爱去家己的教会，毋通拍走。因老父讲的毋通看迄间教会足大间的，就要走去遐哇，迄间教会资源较济，就走去遐。主日礼拜爱去家己的教会第10，伊讲啥？你早起来的时阵，爱先读啥？上帝的话圣经。兄弟姊妹，这10项，请问你做到几项？你有做了几项？所以这个洛克菲勒伊继承伊的老母所留予伊的，你看，因老母安尼甲伊讲，安尼真有这个信用的遗产。这个遗产呢，一生陪伴着伊，互伊帮助伊，真做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当伊年老的时阵，伊是活到90几岁啦。伊差不多伫个86岁的时阵，伊写着这条的诗来总结伊的一生。伊想讲86已经差不多啊，无想到上帝互伊活到90几。伊讲啥？伊讲我自细汉就互这个父母来教导我，你爱佚佗，嘛爱安怎，嘛爱做工课。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敢若足长，也毋过嘛是足欢喜的这个假期。我全力投入工课，尽量享受这个快乐。我伫这旅程中所放落我一切的忧愁，上帝逐工拢恩待我。所以兄弟姊妹，我特别拣一张咧，恁知影什么意思无？伊遮讲着啥？工作，安那？这工作你若将你的工作当作乐趣足爱做你的工课的时阵你的人生就是天堂啦。你若伫工作中哇，逐工当来就是累通天工作安尼足毋情愿的你的人生就变做是啥地狱。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工作。毋是讲咱囡仔安尼2、3岁会晓做代志时，咱开始来工作，一直到咱8、90岁咱嘛爱安怎继续做工课，继续工作，互工作成做你人生的趣味。哇，亲像我安尼就足享受我的工作，是吧？所以你看。你有看我有当时活力四射对无？活力变电话球是无？享受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当你享受你的工作，有智慧来累积这个这个财富的时阵，上帝绝对袂赏赐予你一个无平凡的人生。看起来足平凡，却是真无平凡。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问你是毋是到即摆也搁咧认真做工课？做义工嘛是工课哦，咱素贞咧做义工哇，这真好所以这拢是做家事嘛是咧，家庭主妇介重要咧。对，咱是毋是有认真来工作来趁钱，并且用心？你要累积财产，一定爱用心，有用心
来用智慧来累积，把每一分钱拢用伫个开伫个有路用的所在，求上帝帮助咱，伫个努力做工课当中，尽量来发挥上帝互咱的恩赐，用工课来创造你人生上界美好的价值。顺风长老做卖工课，就是咧做田人啦，对啊，感谢主，真好啊，咱毋但爱认真做工课，嘛爱有智慧的心，学习投资的知识，咱做工课认真拍拼做工课，赚到的钱，继续替你赚钱，累积你的财富。毋但互你家己厝内底的人一生不无有春，也阁有迄个人若需要斗相共的时，你还阁会当甲因斗相共，结出济美善的果实，来阳光见证上帝的圣名。所以兄弟姊妹，工作有重要无？有，手爱骨力，上帝要祝福你，阁爱用智慧来累积这个财产，互你一生真侪是上流老人来给祝福讲，祝福你真侪上流的老人。你的钱拢会用自由开，并且拢有存，阁会用帮助人。感谢主，咱只是上个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创造阮，将阮放伫爱殿园，互阮来管理主你所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主啊，阮满心感谢你，互阮通过伫工作中间，成就阮个人的价值，互阮看见生命的美好甲意义，互阮正看见家己伫工作中何等有尊严、有意义。主啊，阮满心感谢，求主帮助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热爱家己的工课，拢会当欢喜认真拍拼来做家己应该做的工课，互阮的工课会当荣光上帝，会当利益着众人。主啊，阮也需要阮伫世间度活，也需要有财富金钱。主求你，互阮有智慧的心，无互阮诚做善食的人，来互主的名得到见效。主啊，嘛互阮有这个富有，亲像你咧祝福亚伯拉罕，亲像你咧祝福雅各一样，亲像你咧祝福遮的济约瑟一样。主啊，愿求你帮助阮，互阮甲阮的家己事实，拢会当按照这个主的智慧，伫遮来累积阮的产业。互阮会当用这你所享受互阮的这个财富来帮助有需要的，会当来应邀主。主啊，无论是工作，无论是财富，求主帮助阮，互阮一生活伫你的恩典之爱当中，拢总无欠缺。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